祥先生，有喊冇？有啊，哦，想要同讨论吼，汉语曾经是教好嘅设计教材。安尼新人呀，对客家美食各有兴趣哦。安尼嘛做过红班呢，中农班。也系我阿婆米祥先生，伊明年拢亲无汉。伊除了系汉语曾经是教好嘅先生以外，伊还讲做汉语保姆。哎，跳舞好嘛？来，我也听啊。阿婆常常做在礼拜六嘅下晝後，上述有限嘅時間。阿婆除了明年要做着本來件事，還可以喺行會工地去做漢語保姆，同自家錄到無限切差，唔用像其他嘅婆婆咁樣，閒閒地屋下看電視就好呀。我順咧，我係咪感到親無限？因為我做嘅事情對我嚟講啊，都會輕重要嘅。我記得。一寸公銀，一寸銀，做唔得啷係時間。我雖然冇乜了解阿婆講嘅意思，但係看伊明年可以用笑面心情舒爽，我想伊應該先快樂。但係今年伊個無強自家來嘅寧夏零時出現，全夜嘅銷量都少誒。咪娘，米祥，過嚟做乜嘅呀？聽我嘅身份，唔係從天真的麻煩，一定快樂下。冇錯啊！我就過來看那是有變老嘛。媽娘婆婆，我阿婆不是講到，伊講年齡上從細掉到大，掉到老。那個婆婆，男三hen，我係我阿姨，我看起來那麼安樂呢。米祥，你不開心嘢連講客話，都按冇太冇死哦。Konnichiwa, watashi wa like to go to Meinong Hakka Cultural Museum. Please tell me how to go. Very simple. Turn right on Zhongzhen Road. Go straight ahead until you see Tai'an Road. Turn right is about 20 minutes walk. Turn left. You will pass through Minong Lake. It has amazing view. We use Minju Road. The Minong Hakka Cultural Museum is on your right. You will hav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You are welcome. 我哋面容細人嘅呀，唔單止會講客家話，連英文嘛超歪了。一條歌嘅行係好長哦。啲客意思講，也係嗰場是夏威夷明年會發行嘅青少年客家音樂創作中心，所以啊，唔基本係呢條 CD 啊，係全部放喺倉庫底過去嘅。劉米祥唔係故意嘅，反正算了啦，我一擺過來啊，係要來參加嘅客家男生訓，本身想去同你講嘅，就係啊。我去年啦，要做上一堆，唱一堆拿出嚟講啊！阿肥，唔同萬樣婆婆講，阿婆去年嚟做一大堆垂直感應嘅模型啊！還有啊，其中有兩堆係上山嘅。去年咧，我朋友去中國上課，一間總是傳統，佢底部有一半嘅吹彈係我寫嘅。唔看，也係文創人才劉米皮的計劃最成功嘅案例。總經理賣種菜，有馬嘅喜氣呀！也為嘅頭家同頭家娘啊，同時食嘅麵包，結下閩農當地嘅食材，身上為嘛帶頭同閩農用安樂嘅繁榮鬧熱起來，也就行到創意同本事。伊是前米糊長期嘅嫩高，也連70磅，說起來特色，牛牛嘅也連米絲，又唔會安強內在，外賣本事看下身。唔是，我這個有帶錢，我要去幹嘛？我想到那今年我不會面就改變很多。我看到有個片冇啊，來，聽下來。人呢啊，行歷史過後啊，富安的人的副頭章，經過多年的規劃整理，轉型變成牛埔莊神化文化館。現在由帕蒂斯夢想風貝屋建築經營的哦，也係由藝術家林順勇重新詮釋台灣本土作家鍾麗華兩公婆的愛情故事，特別讓初破天陽田家的意象，就像無上映的天陽中的澎湃，本參觀的民眾啊，同歷史產生互動。未來高雄市夏威夷計劃同路嘅改造成閩農社區的博物館，也會繼續鼓勵學生嘅來創業開店，輔導成立路街社區發展協會，將來全世界人啊都來一隻喲。除了頭到啊，帶人看的地方啊，還做得參觀小屋貨房同閩農人的輔導站，所有嘅人啊都會讚嘆閩農嘅繁榮同創造力。用嘅呀，係咪後邊冇做事鼓勵呀？假使你從行勢，行行都會同我比成績，比萬人的老公較嚴到，行我比可能是萬人更加多生意呢。你冇得抄誒！萬娘婆婆，心裏明明不是關亮的我阿婆，感冒就唔會整重機卡片含有你。
有几个本意。阿婆，平日里每相同挂念的万用婆婆，唔可能富可敌国汉兵的同万用婆婆向啊迄个相片。阿婆同万用婆婆以后就像好姊妹共用好好共下，但是伊呢不是上1分钟喊爹丢去，下1分钟又分分析析去讲价。唉，害人的世界真快了解。